神秘女人偷偷潜入千年古宅，利用火焰钥匙释放出熊熊烈火，只为烧毁古宅的厨房。发现失火，一家人都朝那个方向跑去，而放火的女人却趁机抓走落后的熊孩子。其实女人的目的就是为抢他手中的头脑钥匙，甚至不惜放出大火将自己和文迪困在其中，也要逼对方乖乖交出钥匙。之前女人化身狼外婆骗走了传送钥匙，从那刻起文迪就对她心存芥蒂。如今他故意拿出头脑钥匙试探对方，可女人却一直强调让对方主动把钥匙交到她手上。看来一切都如文迪所想的那样，只有持有者自愿赠出钥匙，接受者才能使用钥匙中的魔力。见诅咒被熊孩子识破，不甘心的女人只能放下狠话的离开。其实文迪除了可以前往大脑的头脑钥匙，还有一把可将肉体与灵魂剥离开的死亡钥匙。看着自己的肉体躺在地上，熊孩子不但没有恐惧，反倒是兴奋不已，因为他掌握了飞行的能力。眨眼间他就飞出了10万8千里。不知飞了多久，来到一片墓地，在这里文迪看到了他爷爷的爷爷的亡灵。经过简单的交谈，得知自己的父亲和叔叔都利用钥匙来过这里，可为什么自己从来都没听他们提起过？回去的路上发现邻居艾丽大晚上鬼祟的外出，跟上去才知道她在轻声喊着井底的那个女人就是之前抢文迪钥匙的人。虽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但眼下文迪再不元神归位的话，哥哥就要打119了。 Wake up, Bodhi. 第二天，文迪就翻阅了有关那口古井的书籍。独立战争的年代，英军曾把这里当作基地，所有叛逃者都会吊死在那口井里。也就在此时，书中的井房里竟出现抢钥匙的那个女人，并对文迪发出灵魂的拷问 ：“You can't protect them。” 面对女人无处不在的身影，熊孩子嚼了1吨的口香糖堵住家里的大小锁眼，防止女人用传送钥匙偷袭他们。但女人却利用传送钥匙来到监狱，将火种钥匙交给杀死文迪父亲的凶手，让他点燃整个监狱逃出去，但条件是要帮助他抢走文迪手中的钥匙。